Hello，呢度係睡前讀10頁書，等我哋瞓覺之前放低手機一陣，一齊嚟聽下呢一本書。呢本書叫做《持續邁進》，作者係尼克馬朱利。嚟到第17章，點樣喺危機時期入市？點解你應該喺市場恐慌嗰陣保持冷靜？我一世都唔會忘記2020年3月22號嗰個朝早，我做過啲咩？嗰日係星期日。我行緊去曼哈頓第30街同第2大道交界嘅花卉超市買嘢。唔夠48個鐘之前 S&P 500收市跌咗3.4%，已經比一個月前嘅高位跌咗32%。我記得好清楚，因為嗰陣時我成日都諗唔明新冠疫情搞到全球經濟停擺，市場點樣仲可以恢復呢？紐約市禁咗餐廳堂食，美國 NBA 都暫停咗。我個 email inbox 開始收到啲人取消婚禮嘅通知。我知道唔止係我一個人驚，因為越嚟越多嘅親戚朋友開始 send message 嚟問我見底未啊？我應唔應該賣晒啲股票啊？仲可以衰到去咩地步呢？老實講，我都唔知，但我一定要揾到一個方法去思考呢一件事。等自己唔好咁驚，順便可以幫助下揾我嘅人。我搭電梯落到去市場中庭嘅時候，見到成堆唔同款嘅鮮花喺度賣。其實嗰個賣花位一直都喺電梯旁，只係嗰日嘅星期日朝早，我啱啱見到有個人喺度擺啲花。就喺嗰一刻，我突然間有個好深嘅感覺，一切都會好返。即使我身邊成個世界好似大亂咁，但係呢一個人依然喺度賣花。唔知點解嗰個畫面成日喺我腦入面轉，可能係覺得佢好唔合理。喺而家呢個時勢，我需要嘅係罐頭、廁紙，仲有邊個需要花？但其實佢唔係唔合理，佢係一種正常。如果一個賣花嘅人都可以保有希望，咁我又點解唔得呢？我未同人講過呢個體會㗎。但當時我真係需要一種正能量，就係呢一幕俾咗我。之後我開始有一連串嘅思考，最後我諗出咗一套應對金融恐慌入市嘅新框架。以下就係我想介紹俾你嘅，希望可以改變你將來喺市場大跌嘅時候點樣睇投資。我寫呢一章就係想喺金融市場最唔穩定嘅時候，俾你一個可以翻查參考嘅指南。因為將來一定會仲有呢一啲類似嘅完美風暴嘅情況出現，到時希望你會睇返呢一章。如果你做到呢一章教嘅嘢，你買呢一本書就超值，唔止值得，簡直係回報幾倍咁多。願投資之神保佑你。點解市場崩盤係買入好時機？有句講法，18世紀有個銀行家叫巴塞羅斯查爾德，佢講過，當市場血流成河嘅時候，就係買入好時機。喺滑鐵盧戰役之後，啲人都好驚，佢就憑住呢一句說話賺咗唔少錢。咁呢句說話係咪真呢？我喺第14章已經用盡方法去說服你，揸住現金等市場調整先買入，其實唔係咩聰明做法，因為呢啲情況其實唔係成日發生。咁就變相你揸住現金，大部分時間都賺唔到錢。但數據又話，如果你真係市場下跌嘅時候，手頭有現金，其實有機會係買到你一世最抵、最賺嘅投資。原因好簡單，如果你相信市場遲早會升返上嚟，當你崩盤時期每買1蚊，你將來升得遠過你喺崩盤之前買入嗰啲。為咗證明呢點，我哋假設你喺1929年9月至到1936年11月呢段時間，每個月都用$100去買入美國股票。喺呢段期間發生咗1929年嘅股災同埋之後幾年嘅復甦。如果你咁做，圖表會顯示你每個月100蚊嘅投資，到咗1936年嘅11月，即係美股復甦嘅時候，已經變咗幾多錢？根據圖表，越接近1932年夏天見底時買入，長遠回報就越高。你喺個低位買入嘅100蚊，去到1936年嘅11月就會變成440蚊。係你喺1930年買入嗰100蚊，去到1936年變成有3倍之多。
大部分市場崩盤唔會俾到你3倍回報咁誇張，但好多次市場崩盤都會俾到你5成甚至1倍回報。呢一啲嘅回報喺邊度嚟呢？其實只係一個簡單嘅數學原理，你蝕咗幾多就要賺得更多先可以補得返。例如蝕10%，你就要賺返11.11% 先打和；蝕20%就要賺返25%；蝕50%就要賺返1倍，即係100%先可以返到原位。你可以喺圖表見到呢個指數式嘅關係。我喺2020年3月22日嗰日諗通咗，其實呢個世界終會捱得過新冠疫情。嗰時 S&P 500跌咗大約33%，根據圖表要補返呢個跌幅，市場係要升返50%。意思係，如果你預期未來某日市場會回復到之前嘅水平，你喺2020年3月23日投資1蚊，到最後會變成1.5蚊。好彩市場真係恢復，而且係創紀錄咁快，唔夠半年 S&P 500已經創新高。喺3月23日買入嘅人，半年內已經賺咗50%。就算真係要等幾年先返到去之前嘅水平，喺2020年3月23日買入都係一個好決定。只要你改變你對升市嘅睇法。點樣改變你對升市嘅睇法？2020年3月23日買入嘅好處，其實一眼就睇得出，但唔少人嗰陣都唔敢咁做。問題就係出喺思維嘅模式度。例如，如果我喺2020年3月22日問你估市場要幾耐先可以補返33% 跌幅，你會點答？你會估1個月、1年、10年？根據你嘅答案，我哋可以計出你對市場未來回報率嘅預期。計法係咁，因為跌33% 要升返50% 先打和。咁只要知道你估幾耐升返，我哋就可以將50% 轉成每年嘅增長率，即係預期年回報率等於 1.5 除以1/年數減1。我估嗰陣市場可能需要1至2年嘅恢復，咁我就預期每年賺22% 或者以上。重點係，就算你要估5年先恢復，咁你買入嗰一刻開始，每年都有8% 回報。呢個回報率其實同美國股市長期平均回報差唔多。換句話講，呢一個危機時期買入，其實係一個唔需要太諗都好易明嘅決定。就算等咗5年，你都一樣賺到8% 一年。呢個邏輯可以應用喺未來任何一次嘅市場危機。每當市場跌咗最少30%，你喺嗰陣時買入，未來幾年嘅年均回報率通常都唔會差。如果你喺1920年至到2020年期間，任何一個股市跌超過30% 月份買入，直至到下一次創新高嗰個時間，你平均每年嘅報酬率就好似圖表咁。由圖可見，如果你喺市場跌咗最少30% 買入，你嘅復原期間嘅年均回報率係低於5%，機會係唔到10%。其實有超過一半嘅時候，你會賺超過10% 一年，年回報率介乎0至到5%，或者5至到10%，加埋都唔夠一半。如果你只睇跌50% 或者以上嗰個時間，即係真正嘅大崩盤，會話俾你聽，平均年回報率可以超過25%，即係話當你見到市場跌咗一半，基本上就係執平貨嘅好機會，幾多錢都應該入市。當然唔係個個市場崩盤都係有現金落場，因為喺嗰陣時通常都係經濟唔穩定，好多人失業，信心低落嘅時候。但係如果你真係有現金，歷史數據話你知，喺呢個時候買入係精明嘅選擇。呢一章講嘅係假設喺市場會喺幾年至到10年間恢復，大多數時候係咁，但係當然都有例外。例如日本股市喺1989年12月創歷史新高，到咗30年後，即係2020年底，仲未返到去高位。圖表顯示俄羅斯股市喺2020年底跌咗50%，
希臘股市喺2008年高位跌咗98%，呢啲市場會唔會復原？我唔清楚，但我哋唔應該因為少數例外而打翻成個投資嘅原則，即係大多數股市喺大多數時間都係會升值。當然，股市都有低潮，例如美國2000年至到2010年嘅失落10年。而有研究睇咗39個已發展嘅國家由1841年至到2019年股市嘅回報，發現30年內輸俾通脹嘅機會率係12%，即係話你喺一個國家投資30年，購買力縮水嘅機會係1%，而有7%嘅機會你係賺返嘅。我對呢個勝算好有信心，不過要注意呢個假設係只係一次過大額嘅投資，而唔係每個月分段買入。例如，如果你由1980年至到2020年底，每個交易日都投資1蚊喺日本股市，你最終都會賺返少少。喺圖表顯示，黑線係代表你嘅投資總市值，灰線就係代表你投資咗幾多本金。當黑線高過灰線，即係你賺緊；低過就係蝕咗。雖然回報唔係特別好，但係日本呢個30年都跑輸大市嘅市場入面，你仍然有正回報，已經算唔錯。日本呢個例子話俾我哋聽，就算係爛市，如果你長期分批投資，輸錢嘅機會都會細好多。當然，每逢危機，總有人會講睇下日本啦。然後就揸住現金唔敢入市，就等到風頭過咗先。但現實係到你覺得安全嗰陣，市場好多時已經升咗一大截。喺2020年嘅3月，我就親眼見到有啲人太驚，所以唔敢入市，結果落後晒。我相信未來仲會見到呢啲情況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太驚唔敢買，我都明白。歷史上真係有啲例子令到你回望覺得嗰陣買嘅時候真係傻啦。但如果你淨係靠例外嚟做決定，你就永遠唔會投資。正如哲學家尼采所講，忽視過去，你將會喪失一隻眼睛；活在過去，你將喪失2隻眼睛。認識歷史係好重要，但係唔好太執着，否則只會令到你失去方向。我哋要跟數據嚟做決定，唔係跟情緒。著名財經教授 Jeremy 都講出一個精闢嘅結論，相較於歷史證據嘅刻骨銘心，恐懼心理對人們嘅行為影響更加大。呢一句係我最鍾意嘅投資名言，亦都係唯一能夠適合喺本章終結嘅投資名言。我只係希望下次遇上市場崩盤嘅時候，呢一句說話能夠俾到你心理上嘅堅毅，繼續買中。喺呢一章討論完最黑暗時期買進資產，接落嚟討論一個更艱難嘅疑問：你應該幾時賣出？今日呢一章第17章如何在危機時期買進呢，就讀晒啦。咁唔知你聽完呢一章有冇俾到信心你？當你喺市場崩盤嘅時候，你都會有信心去買入呢？咁我覺得呢一章嘅作者呢，好似講得比較輕鬆啊。當真係見到股市大跌嘅時候，佢就叫你去買入。但我相信普通人呢，尤其是冇經驗嘅時候呢，去做出呢個買入嘅選擇呢，係唔簡單嘅。尤其是就算你睇到歷史嘅數據，你都會覺得，哎呀，唔知呢一個時間係咪真係要買入嘅時間？好驚呢個唔係一個最低點，好驚會再跌落去。所以我覺得，克服恐懼其實更多時候係要俾多啲經驗咯。真係學識玩股票唔係一兩年就可以學識咯，你要放長啲嘅時間，要起碼經歷過一次崩盤呢，你先要 feel 到大多數人喺恐懼嘅時候，你應該持有一個乜嘢嘅心情咯。例如上一次呢個2025年我哋嘅3、4月下跌落嚟有30-40% 嘅嗰陣時，新聞成個媒體都係渲染緊呢個股市大跌，我哋經濟極差，以後唔會再升翻，關稅增加呢一啲嘅新聞嘅時候，你應該點樣去持有一個平靜嘅心情，去話俾自己聽呢一個時間係應該買入㗎，而唔係好似跟其他人一樣去清倉，唔好再開 app 咁嘅心情咯。
所以我都覺得唔好話有啲人話刪咗 app 佢，其實每一次崩盤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學習嘅機會，唔好去逃避。我覺得有啲似游水嗰陣，譬如你以前一路都喺淺水區好穩定嘅，可以掂到地去學游水嘅，有一日你去到深水區去學游水嗰陣，你可能個心理係充滿住恐懼，覺得自己就嚟死啦，係會沉落去嘅時候，反而我哋冷靜落嚟，諗下以前係點樣學踩水，或者放鬆翻個心情，其實身體就自然識得浮上嚟噶啦。咁所以其實喺投資啊，做任何嘅投資，最緊要保持一個平靜嘅心理，因為恐懼嘅心理只會影響你做出一啲錯誤嘅決定。咁今日呢一章呢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條影片，希望你會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我哋下一章再見，拜拜。